香港樓價咁貴，其實除咗地少人多之外，仲有一個主要嘅隱藏因素，就係業主嘅獨特融資優勢。呢個優勢係香港金融環境賦予業主一個保證賺息差嘅特權。咩意思呢？簡單嚟講就係銀行願意低息借錢俾業主賺一個息差。譬如而家匯豐銀行有一個5年嘅定息按揭，固定2.73%成本。咁你借完錢之後呢，就可以即刻轉做美金，放翻喺匯豐買佢一個保證儲蓄計劃。咁5年保證每年4.4%嘅年利率嘅，仲有高達1% 現金回贈。咁夾埋你計一計，差唔多有2% 嘅息差啦。而呢一個特權呢，由3方面組成，而且嚟緊都會繼續維持嘅。第一，申請按揭嘅成本呢係接近0嘅，而且銀行仲貼錢俾埋回贈你同佢申請做按揭。第二，借港幣，港紙嘅利率呢係相對穩定，而且成本係比較低嘅，仲有 P 封頂。咁依家5年嘅固定利率都係2.73%啫。而最關鍵呢係第3點，港紙同美金掛鈎有一個聯繫匯率嘅優勢。咁你借港幣成本2.73%，你可以即刻轉做美金買一啲美元嘅保證收益資產，包括就係美國國庫債券啦、港鐵嘅美金債券啦，或者一啲美元嘅保證收益保單。咁身為業主嘅你，過去咁多年，你哋有冇用盡呢一個融資嘅特權去賺息差呢？而金管局已經放寬咗按揭嘅條款，不論你嘅樓價幾多，有冇出租，定係擁有多重嘅按揭起身都好啦，咁你都可以做到7成嘅按揭嘅。如果你想知多啲點樣善用業主你嘅獨特融資優勢，咁你可以去到我哋小康之家 YouTube Channel 睇我哋物業活化系列，了解多啲。又或者有機會嘅可以直接揾我哋傾一傾。拜拜。